澳門地產業總商會今日舉行新春團拜酒會，會長鍾小健話：自從1月份稅務豁免及放寬按揭成數嘅政策實施之後，積壓嘅購買力逐步釋放，市場出現小陽春。今年呢，房地產呢應該係止跌回穩嘅，即係短期內呢有個小陽春嘅，成交量呢一定係上升嘅。依家你話揀啲靚貨咧，就應該係時機嚟嘅。但係你話執啲平嘢咧，就可能就少啲機會。根據財政局嘅數據顯示，1月份申報結算資產移轉印花稅住宅單位一共384宗，按年增加咗42.2%，反映政策初見成效。佢對今年整體樓市保持審慎樂觀嘅態度。樂觀嘅就係依家有政府政策兜底，呢個政策咧好耐都未有啦，係嘛？以前嘅政策咧只有啲辣椒啊，依家係派糖，係嘛？所以依家大家咧都好有信心咯。政府而且相信政府陸陸續續。特別佢哋今年咧係施政報告講嘅，要關注房地產市場供求嘅平衡，即係供應平衡。鍾小健又話：期待澳門政府積極推出組合拳，引進外來企業資金，引發聯乘效應，吸引高端人才，解決勞動力結構問題，推出利息補貼，而且延伸至住宅同商用物業嘅貸款，以及適時放寬現行嘅租務法。